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看中东冲突搁再扩大，以色列是加强攻击黎巴嫩攻占900年历史的战略所在波夫特城堡，升以色列国旗。同一天也搁再针对城市泰尔发动空袭，双方的停火协议等于是完全无效。以色列军队5月31成功把黎巴嫩南部的波夫特山头拍落来，而且占领山顶的波夫特城堡，同时插以色列国旗。这也是以色列在西元2000年对这个城堡撤离了后，26冬来上侵入黎巴嫩南部的一届军事行动。תפסו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הם כבשו את רכס הבופור. ועכשיו ההנחיה שלי היא להעמיק ולהרחיב את האחיזה שלנו במקומות שהיו בתפיסת חיזבאללה. 波夫特城堡是12世纪起的，属于12军出征时期的古堡。在过去正10冬来，一直是中东冲突的大战场。以色列捌在1982年开始对黎巴嫩进行18冬的军事占领，迄当阵就把这座城堡当作是重要的军事基地，一直到2000年撤军。波夫特城堡因为起伫真悬的所在，看落去就是以色列北部甲黎巴嫩南部的纳巴蒂耶地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控制这个城堡，就是要毁掉真主党伫山头的军事基础设施，而且把这块地划入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安全地带，消除对边境居民的威胁。以军在东港也继续空袭黎巴嫩第4大城泰尔，上无造成14个人死亡。虽然以军空袭进前有发布撤离警告，也毋过完全无予人撤离的时间。内国政府批评以色列互冲突加悬，同时也讲透过对话达成停火，大家会较少。المفاوضات مضمونة النتائج بالتأكيد لا، لكنها الطريق الأقل كلفة على وطننا وشعبنا مقارنة بالخيارات الأخرى اليوم。进前由美国等外部势力敲好的几个礼拜的停火协议，因为欠一个真有力的约束，佮加上真主党态度强硬，以军同时也继续空袭加沙地区，已经互这项停火协议亲像一张废纸。公司新闻郑冠庆编译。继续来看中度风台强密无直接扫来台湾，继续往沖縄的方向，惊影响上界严重。统计日本自昨暗到6月7日，已经有超过400座飞行机取消。咱家人到伊斯卡基来往的渡船也已经提早转来。大包小包挂行李箱啊，旅客拄则坐船转来台东。虽然尽管是炎天赤日头，不过海上已经起变化，因为强避风台来了。因为台风，就是所有的下午的船只都停驶了，所以现在就所有人都是早上10点半的船。真侪旅客提早按绿岛转来，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东沿海地区已经出现长影。5月31日中昼过后到6月初一，台东往回绿岛的船班全部取消。另外，台东后壁往回红头树的船班嘛规日取消。这风台外围影响风力有较大，全部出港，差不多礼拜二啊，叫我都处理作业。渔民嘛渐渐出来准备预防风台。不过31日早起所发生意外，台东东河涌金樽渔港有渔民咧用锁啊固定船只，却因为徛无在滑落海，加载随互人救起来。另外，宜兰南澳出名的景点神秘海沙堡，嘛伫早起发生旅客受困的意外，有25个游客去南澳海石洞佚佗，常常拄到涨流，退落海涌引起，消防海巡出动协助因脱困。一般的车辆可能到那边需要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海浪太大。那所以就是我们有协调那个义消，那利用那个大型的那个拖拉机。针对神秘海沙堡受困事件，宜兰县公路处讲会了解行为人的状况。函请管理机关判定敢有违法，加强管理。不过这几天去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因为强避风台已经加强做中度风台。气象署讲，当咧向日本南方海面移耍，伫31日暗到6月初一，相对上瓦近台湾，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东北部地区会出现局部低降准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这个都是风强浪大的情形，而且会有长浪，可能会有4米以上的浪高。另外，经济部嘛表示讲，已经赶伫大水期进场，完成马达安溪水尾正平化的公路补化和建工程。另外，水头倒平化的万盈引水堤嘛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组台面，工时阵嘛已经完成大规模的水路疏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天气，中度风台强密今仔上届接近咱台湾，风台影响在北部、东北部拢会落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好天。咱来看云图。
今日风台上接近拜二、拜三就搁离开，天气搁变烧热。在拜四开始透南风，水汽增加；拜五又搁低压带影响，到拜六礼拜，全台湾天气拢会较无稳定。今仔即阵啊，天气开始咧热，即今仔开始电池嘛会开始用这热天的电池开始算。一般的家庭影响是较细，不过若是一个月用电的超过1000度的，一度就是要超过8.8块，是有史以来上介贵的。天气愈来愈烧热，不少民众拢会伫厝里开冷气。爱注意，为6月初1开始，台电会实施热天自体用电。若你是用电大户，电费也会伫咧热天电价开始实施，漂泊仔就会救水。因为台电统计，去年自体每户平均用电量，毋是热天一个月大约308度，热天一个月大约418度，会有一点影响，尽量去把它换成比较省电的那个。新的省电的节能节耗的冷气吧。我想，因为夏季都用电量都是高峰，我觉得那至少30-40%跑不掉，因为不开家人又受不了。哦，那这个是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台电指出，自体热天一个月电价为每年6月到9月实施4个月，目前全国约3成的自体，大约401万户，每个月平均用电无到120度，那维持平时用电正好，拢未受到热天电价影响。另外有520万户，大约占全国自体用户4成，每个月用电量大约121度到330度。热天一个月期间，每日影响上侪，增加大约2块。真正影响较大的是，每个月用电量超过1000度以上的自体用户。一度用电会为去年的8块4角6，流悬到8块8角6，从史上上悬电价占整体用户2.4%。下月电费增加的部分，其实有大概73%是来自于这个用电量的增加。那真的是因为下月电价的一个价差大概是只有23%左右。台电呼吁针对各级区用户，除了宣导节约用电，那真正有用电量大的需求，像社区大楼顶，也会当评估采用时间电价。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讲到天气热，佮无冷气通吹，心讲火刀。这屏东县到20几个消防队，就讲因要吹冷气，佮用这假金卡。若是用了，就要家开钱。而且佮听讲，毋若是屏东，台中嘉义、台南高雄、花莲、台东，拢是同一套做法。卡片插入去了后，电源开启就会当拍开空调设备。每张大约1100块价度，用完想要佮吹冷气，都要家己出钱，后面代金不完。如果说今天的冷气费用超过了，你们有需要自掏腰包吗？昨天主计处处长也说不需要，那怎么一样是公务人员会有这样双标的规定？我觉得对于打火弟兄来说，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心寒。民代发现，屏东县20几个消防分队拢有这款的制度，即期管付电费超支，公务员无需要付费，消防员所爱支付是相当标准。黄汛期间呢，起义台风期间呢。可能增加用电的需求度。如果电力还是电费还是有不足呢，我们将适度向县府来争取预算。关府回应各分队用电状况无同，卡片的用意是鼓励节约，只是消防员防限制使用电器的状况未少。高雄、台南、嘉义、台中、花莲、台东拢有消防员反映这款的状况，毋是管制冷气使用时间，就是断电，也是大家平分超价的电费。消防分队它是24小时运作的，所以如果用一般公务机关的用电量来对比的话，对消防机关的分队来说其实不太公平。第二个我们想要说的是，以上分队的队员来说，平常要执行救灾跟救护的任务，那分队对他们来说是需要好好可以休息的场所。对此，消防署回应支持合理节能，也毋过活勤人员24点钟轮值备勤，高温期间适当使用冷气空调，就最佳休困的空间，关系安全休困、救灾救护战略。各地消防机关推动节能，要以无影响基本生活等情况为前提，会进一步了解实际需求，也无应该将成本转互基层。已经第2倍发函提醒，各消防机关也会继续督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今仔咱台湾愈来愈侪人爱饲猫仔甲狗仔，不过动物收容的问题也无法度解决，领养率嘛维持伫咧6成左右。再来是《自由时报》，做生意若是卖这农产栽野的业者，要有登记证，若无上当会罚30万。最近是引起风波，农律师是强调讲，若是家己要进来看水的家己食，无咧卖就免登记。
最后是联合报上新的民调，赖清德总统就任满2年，有4成1的民众满意，有5成不满意。加拿大的顺风男夏洛特城5月22、23经过台湾海峡，外交部表示讲，这是加拿大表态支持台湾海峡是国际罪行。另外，针对对待军售，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在斯嘛表示讲，一切会交予川普来决定。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会伫新加坡进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日发表演讲，因为时间拄好是全世会了后才受注意。赫格塞斯讲，国界对中国军事扩张，甲伫咧区域的军事活动拢正担心，而且也讲，美国希望找到互相尊重的区域平衡。The Pacific, dominated by any hegemon, would unravel the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and undermine the equilibrium we all seek to preserve. The Department of War is working with the utmost focus to prevent any such unraveling. No state, including China, can impose its hegemony and hold the security or prosperity of our nation and our allies in question. 法新社讲，若甲赫格塞斯去年伫同一个场合的强硬发言比，今年对中国的讲话明显有较温和。大家也注意到，赫格塞斯演讲的内容内面并无讲到台湾。因过现场有人问到对待军售的问题时阵，伊讲美国对台的政策无改变。因为有关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拢会由总统川普决定。台美持续的紧密的军事交流以及合作，我们会善尽我们区域伙伴的一个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一个责任跟能力。强化国防实力，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全国高中二队决赛现场邀请21个全民国防活动体验大会，展示国军感情型无人机、甲中空域研制金防一型无人机，让全体民众可以借由操作这套系统来加深对无人机它在整个作战效益上的认知。中军继续了台，国防部公布侦测强机16台次飞过中线。一个8台强舰、3台公务船，总共中共27台基舰船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严密的监控加应对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近来看，缅甸东北部的船庄一栋咧放炭坑炸药的所在发生大爆炸，造成上无45个人死亡，70个人受伤。这现场爆炸了后是规个线碰碰，这个所在离中国的云南地界是干那3公里远，是当地武装团体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目前是也无清楚爆炸的原因，官方表示会先提供救济甲协助灾民的安置。继续来看，加拿大共有10个人伫咧网络顶专门咧卖毒品，帮助人去行地路，前后已经卖出超过1000包啊，各有41个国家，超过100个人死亡，其中上细汉才16岁。欢迎外口受害者家属互相揽料的，因总算等到加拿大检方起诉害死因囡仔的嫌犯。这件毒包裹案件伫2023年爆出，60岁加拿大前工程师兼总部师肯尼斯劳，自2020年开始，伫网络顶的网络论坛找想要自杀的对象，为致命的化学物质福因国家使用说明。That's really hard to know that my son's died. There's a clear link with law. He knew what he was doing when he sent my son a suicide kit. 到代志爆出为止，已经检出超过1200个毒包裹，受惊的人除了英国、加拿大，也有澳洲、中国、法国等41个国家，至少造成超过100人死亡。上细汉的只敢若16岁，得到的不法利益被押297000加币，差不多代票680万。加拿大检方本来要用已经谋杀罪起诉嫌犯，也无因为过去的判例，嫌犯是提供物品，谋杀罪名可能无法度成立，并也甲嫌犯达成认罪协商。该罪行上悬判14年的教唆或者是协助自杀罪起诉，另外嫌犯离9伫法庭上认罪，因过受害者家属无法度接受。Después de esperar 3 años a esto es como una vergüenza para nosotros y más que todo que ese señor no da ni la cara a las víctimas, siempre está de espalda. Es algo muy doloroso para mí. 英国 NCA 国家犯罪调查局发声明，讲嫌犯敢若是甲112位英国人的死亡有关系。加拿大法庭伫咧量刑的时阵，也甲英国的案件列入考虑，按算伫今年9月底开量刑听证会。
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为着要阻挡非洲的伊波拉疫情，在美国是宣布要伫咧肯亚起一座隔离所。伫咧海外有高风险的美国人，拢要甲送去遐。不过，美国这种做法是引起肯亚当地反弹，官方是下令暂停起这座隔离所。伊波拉病毒一直传，为了要防止病毒入侵去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8讲，绝对不准任何伊波拉病例入来美国。We cannot and will not allow any cases of Ebola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feel like we've got good efforts in place to do that, and Americans should feel assured that. 卢比奥讲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已经甲肯亚政府协议，对肯亚的伊波拉疫情防范工作提供1350万美金的资金，要伫肯亚南洋子的来自皮亚空军基地起一座设施，内面有医疗照护资源，并且甲8点伫咧有伊波拉病毒风险的美国国民送来这座设施隔离。若是这个人确诊，就转送到第三国家治疗。不过肯亚民众无赞成，向法院提请愿书，要求禁止实施这项协议。It's like the government has begun a lot of the money by the US, so it's like they are selling us. Wale wagonjwa mbona watolewe kule, wanatolewa wakuja wawekwe Kenya. Kenya si dumping country. 肯亚奈罗比高等法院已经伫咧二下令，伫6月初2开庭审理请愿案进前，暂停去隔离设施的计划。肯亚律师协会要求法院应该宣布这项协议无效，因为协议有公共卫生的风险，也无互公众参与，会互民众有严重的健康风险。另外，肯亚医师工会也发出48点钟久罢工通知，讲若是政府继续推送协议，医生人就要罢工。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讲到法国巴黎圣日耳曼脚球俱乐部欧洲联赛是连续2年摕到冠军，这球迷是欢喜庆祝，不过所有人是欢喜过头啊！去放火世界迫害，已经有超过400人去互警察抓去。球迷放烟火、照光弹、烧铁马站的铁马，各庆祝民众弄破店头建本图的玻璃，破坏路边的车辆甲公车站，警方只好用催泪瓦斯来驱赶。巴黎圣日耳曼脚球俱乐部30伫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小赢，搁再摕到冠军。最最球迷拢小讲走去街路庆祝，伫法国各地拢出现破坏的行为，有400多人受逮捕，7个员警伫冲突中受伤。去年巴黎圣日耳曼摕冠军，就引起2人死亡的暴动。法国警方今年特别紧张，伫全国部署22000个警力。其中巴黎有8000个人咧戒备，巴黎市区有个电车停驶，地铁站关掉，部分路段的公车嘛暂停，有真侪店面提早订茶房来保护。法国内政部长谴责相关暴力的行为，讲完全无法度接受。球派政党领袖马林勒平嘛伫社群发文表示讲，干那法国再因为一支脚球队摕到冠军引起暴动，佮口说讲民众甚至爱伫咧胜利迄天甲家己关起出来，较袂拄着暴力。2026世界脚球赛开幕较无2礼拜，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举行联合维安演训，由国民警卫队、陆军甲宪兵部队参加进行城市作战战术推进，佮有抢手伪装暗藏这寡训练。Que realiza de manera cotidiana el personal de la Fuerza Especial de Reacción e Intervención de la Guardia Nacional. La seguridad y los eventos para llevar a buen puerto están centralizadas en la defensa. Existe un centro coordinador que es el que va a llevar a cabo estas. 因为墨西哥长期受到毒贩暴力、帮派犯罪甲治安问题的困扰，世界脚球赛维安工会特别受到关心。当局希望透过典礼应对大型国际比赛的安全威胁的能力，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会当安心来看比赛。公视新闻陈秋梅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拜六有几个所在民众拢讲有听到大爆炸。美国 NASA 表示，是因为一粒在太空垃圾伫咧满洲顶悬解体，相当是300吨的黄色炸药爆炸威力。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 NVIDIA、AMD 等等的大公司，甲高阶晶片、甲 AI 半导体产品卖向中国伫咧海外中资企业，加强出口管制。菲律宾国防部长表示，应当咧扩大这甲美国、台湾、日本、越南的军事分享。若讲未来台海若发生冲突，考虑到人道，因未反对开放北部地区提供避难。
继续来看咱国内这中华掌握渔民讲，伫咧河边附近发现一只看煞海龟，这龟壳顶悬搁去用安这追踪器，搁写简体字，今个是中国闪逃新手段，是赶紧通报。不过专家嘛表示讲，这主要是用来研究生态，免受过头烦恼。体型真大只海龟31透早方发现，靠大伫中华福兴的蚵仔田附近，渔民惊伊脱水有生命危险，赶紧将伊带转去淡水，予伊保持身体淡湿。海龟看起来真虚弱，不过生命现象稳定。民众发现龟壳顶也装有追踪器写简体字，民众拢在议论，反而是对岸的发报器可能有国安的记录。大陆来咧渗透啊喂！你参迄落时光相机爱用咱台湾的大陆的讲袂用得啦，哦，有可能啊。村民讲，伊毋是专业的，毋知影要安怎帮忙这只海龟，所以上简单会赶紧替海龟减伤，搁进行后手的处理。海洋保育署巡查员到场查看，发现这只海龟的品种是烈海龟，虽然体型大，也毋过也是亚型体。鱼线长大概在85左右就算成龟，然后刚刚量是83嘛，所以还没有长大，还不算是成龟。海保署巡查员表示，龟壳顶的追踪器天线已经断去，研判已经失去功能。这个追踪器主要是观察生态用途。生物老师指出，目前真侪国家拢有伫海洋生物上装追踪器，上主要的是想要了解生态、找食的模式、甲顺游环境等状况。如果要做这些侦访的状况，我觉得海龟速度太慢了。如果以空拍机那种方式，可能还比较直觉一点。所以我觉得以这个方向的思考，应该可以不用这样想，因为以目前我们大概可以查到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以了解他们的生态环境为主。生物老师指出，这只海龟下背行可能是受到海流的影响，所以受伤不是伊平常顺游的范围，用来侦防的机会不大。目前已经由海保署接手，后手评估健康状况了后，再来押放。记者综合报道。台马市河海南维修的外籍工程船，团管船员伫咧船顶中风送医，这个代志嘛引起大众的关心。有专家是表示讲，这海底电缆无论是要砍也是要修，拢真需要专业的技术，成本嘛真高，要做拢真不简单。本年目前在尝试接驳雷达后的病患。海巡署的救援船只慢慢来赶紧，要将船顶的外籍船员后送就绪。这只外籍工作船30日马祖海峡执行台马市河海南的捕捞工程，有船员亲像中方海巡署协助去救援，顺利后送当应就医。一艘印尼籍海缆布缆工程船上有1名印度籍船员疑似中风，本队获报后立即派遣巡防艇前往救援。这个事件引起海缆工程维护难度的讨论。专家讲，海缆的布缆维护专业性高，布线进前拢会甲国际维护团体先签好商业合约。它具备服务的专业跟服务的量能，都只有国际的海缆船有这样的能力。当初海缆在建的时候，就会跟国际的海缆船去签这个维护合约了。所有的维护合约都是商业维护合约，成本确实是蛮高的。就是像这些他们要派船去修复啊，或者可能要跟国际的船公司去联络啊，然后要排船期，这些其实他们出一只船可能就要几千万之类的。除了维修难度高、成本大，有专家设计出台湾海缆地图，让国家会当伫第一时间掌握台湾的海缆动态。也讲海缆受损，要长时间等待外国的维修船摆到船期，才会当来维修的困境。有可能是说尝试，就是去把海缆切断了之后，看我们多久能够去回复。它如果真的要在通讯上面瘫痪我们国家的话，可以瘫痪多久？那这个可以看到说我们国家的一些应变能力。学者分析，通信海缆承载全球90%的所谓流量，尤其海岛国家通信更较是倚靠海缆。过去发生的中国籍渔船毁损台马2号的海缆案，涉及国安治安的产品，政府已经修正通过海缆执法，透过提悬法则，把这船只严防破坏。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婚姻未了，昨一座风力发电机熊大火，消防局出动3台车去现场通报婚姻管库，佮台电赶紧处理。一开始风机燃烧的时候，我们先做地面树木有燃烧的部分的灭火。然后目前是在做周围的警戒，防止飞火的延烧。飘落物的话，我们等一下还会做最后的处理。我们目前先做周围的警戒。
丰田发电机庆乌烟搁出火星，因为导火所在受悬，这消防第一时间先警戒。台电表示，可能是内底零件受烧，才会烧歹去，卫生切断相关的设备，详细导火原因是搁爱调查。刚才看观光署公布，今年1月到4月，这来台湾的外国旅客是有299万人次，或者是推算讲，今年规年应该是真额超过1000万。要咱台湾人家出国的，是比去年同期个增加2成，去日本的依然是上济。超过1000名旅游机伫七彩公园、新北投坐稳站4块飞飘扬，也有大型的旅游装置吸引游客停落来翕相。台北市北投区的夏日节即日举行，结合市集表演等活動，也吸引不少國際觀光客。It's so good, yes, and the city is pretty well. Yes, so beautiful. So how many beautiful places? I want to drink nice coffee, and Taiwan has a lot of nice cafes. 观光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来台的国际旅客有29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大约3.8%，主要客源是日本市场有10万多人。学者略算，以这个成长速度，今年来台观光客上看900万人次，1到4月出国旅游人次比去年同期加19%，略算今年出国人次可能来到2100万人次，出入境逆差继续扩大。我们疫情前是将近1200万了哈，大概是落差大概还有300万。那300万里面，中科大概影响200万。那日本市场有日韩市场有减少一些，也许也影响了100万，这大概是主要的一个问题。去年国际旅客来台总计857万人次，今年游玩无法度突破7万，或者建议政府定期宣布调整机场服务费，就会当将计出来的收益，摕来打造观光重点设施，提升旅游市场品质。观光署指出，在旅客量渐渐回稳的基础上，国际观光的观察无过只是人次规模，而是关注形成实际带来的消费价停留天数。记者综合报道。电讯消息来看，屏东恒春文化中心自2004年启动，因为在便所边啊窗仔门设计，黄批评讲无温书。最近个传出讲，伫咧剧场内底查某便所有对外窗仔门，这外口是看甲清清楚楚。官府这摆是讲会搁找厂商来改善。查某便所边边有开圆形对外窗仔，我近看，窗仔唔但会当看到外口，也会当看到毕竟便所内部。有民众暗时经过，为外口也清楚看到便所内底。位伫屏东恒春文化中心剧场馆的公共便所欠温书的设计，黄埔就望，不少民众认为爱需改善，需要立即改善。啊，带囡仔才佚佗啥货哦？你若入去内底放尿啊啥货哦？啊，就翕着安尼对大家看嘛无好吼，迄观感拢出差的哦。加工园的便所比一般的公共便所窗仔拢会开伫悬的所在，以确保民众温书。要过剧场馆的查某便所的窗仔，刷伫时线会当看到的管道。这并不是文化中心公共便所头一摆出现争议设计。你看2004年启用的民谣馆边境的便所开落地通风质疑，即马已经遮起来。本馆先前已设置相关遮蔽措施，但近期因使用及环境因素，部分窗贴出现脱落情形，未能达到原有的遮蔽效果。获悉后，本馆已立即进行馆内全面检视。文化处31派人重新打窗仔搭，也毋过毋若对外遮起来。窗仔甲便所隔板的空棚，同款互民众无温书。文化处找厂商讨论改善方式。整块的一样，直接贴整面墙下来，然后再接拆下来，再重新裹上去就好。文化处表示，厂商会加装隔板，改善有议论的空间。伫改善进程会先暂停使用，以确保民众温书甲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推动租金补贴，减轻大众税厝负担。内政部是打算对明年开始这条钱，要改做中央甲地方做伙来负担。这消息出来了后，真侪县市拢烦恼讲财政的问题，表示反对。我们一年有发300亿元呢，帮学生租屋。就业租屋我们都有补贴，家庭租屋我们都有补贴，有几十万人有受惠。中央推动300亿厝税补贴政策，便后符合资格，每个月就会当补助2000到8000。照国土署统计，目前全国租金补贴核定的户数大概有85万户，其中台中市19万，新北市13万，过来是桃园、高雄拢超过10万。原本拢是中央支出，不过内政部这建议2027年开始，要回归中央地方做伙分配。租金补贴中央这个政策，其实从2022年开始一直都是中央来全额支应。今天要改变这样的机制，由地方政府来做部分的负担，我想
许多地方政府都并不同意，所以也不要让人有这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感觉。国土司讲，2022年到2026年之间，国家整体经济表现好，财政较量上，再由中央全部负担。财委法修正了后，中央会当运用的财源减少，规划照各县市财务分级，由地方分配1成到4成，照分配计算表。6都内底，台北市负担4成，大概19亿上多；台南市是1成上少。倘若116年度要求地方政府配合自筹经费，恐造成市府财政负担，影响市府其他社福政策的推动，故建议中央考量仍维持全额补助。通市长张善政讲，租金补贴是中央的政策，地方是斗3工发放补助款，即摆向阳叫地方分配，所有县市拢会跳起来。台南市长黄伟哲嘛认为，租补会执行，希望会当兼顾福利政策甲地方财政的稳定。国土司强调讲，租金补贴已经是青年新婚家庭甲弱势重要的支持措施。尤其目前全国补贴的青年族群大概有48万户，占6成，而且按2025年开始，主计是地方审查回归分配是为着财政的关键，嘛反映地方甲中央做伙合作的重要。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玉山的登山口有管制，要爬山大多数拢爱坐交通车上山。不过有前一阵啊，这所讲4台私人车直接驶入去。经过调查，讲是共抢阿里山派出所所长的名，这警察无查证，甲车主是拢爱受罚。玉山登山口连续停4台私人的车，车顶人员发现前方无啥着，准备要上车离开，稍后现场其他山友大声埋怨。我们笨蛋哦！我们下来，我们车停在下呢，我那个姐姐不车下呢。我们的笨蛋哦！我们下去哦，抱歉。现场山友真不满，执行国家公园的管制规定，拄到后头车也是特环道的西湾，离到下昼3点左右，世界面上顶一家人，驶4台轿车来到塔塔车小队门口。迄当时向值班的省老警员讲，是阿里山派出所所长的朋友，想要申请禁止管制领导。值班警员只是误信对方的讲法，就私自核发临时通行证，就放因入去。主动向该派出所查证，从未要求或通知塔塔加小队同仁协助换通行证。值班留员亦承认系其个人思虑不周与判断疏失，私自放行，并无施压关说之情事。确实，为保七总队第6大队在临时通行上核发确实有疏失之处，那我们将针对这车辆的一个进入来予以开罚，那每部车开罚3000元。保持强调，并无接到这个所长的相关要求，也会争取这名警员各管处也决定，以及违反国家公园法来开罚。资深的引路人表示，因为这段管制林道路真下，为着降低对环境冲击甲考量安全，民众要去玉山登山口，只当用行的，还是坐专业车。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推动丁仔卡铺平计划，丁仔卡是私人财产，要施工就要先过厝主的同意。市府是利用这3D 图，先画出完工了的模样，看水水图来提升厝主参加的意愿。今日新北市的丁仔卡看家己，路面起起落落，连一悬连一低，互时大甲囡仔要通过特别吃力。为着有安全优先的丁仔卡通行环境，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丁仔卡整备计划，就是要提升丁仔卡通行的品质。对老人家的话，他可能就要很注意那个很高低差的区别。因为老岁仔有，迄行路足无方便咧，吐出来要让去吐啦。新北市工务局讲，按民国99年就开始推动丁仔卡整备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超过149公里。有关丁仔卡整备计划，若改善悬低差尔，嘛照地方的需要调整规个通行空间。毛自豪讲，丁仔卡整备计划是好代志，不过嘛惊整备了后，却换作丁仔卡和路面有悬低差。当然的话，找人做平比较好。问题我们铝做平，我们里面的话高低不平啊。
以新北新增的丁仔脚来讲，时间进程，丁仔脚若是无变大，甚至佫痛起来，改善了，若丁仔脚变平，连路边停车配置佫通行的动线嘛做伙改善。毋过丁仔脚属私人产权，以早真侪店头也是徛街，惊影响营业也是空间的使用，拢毋答应。为了增加民众参加的意愿，工务局用工处用3D 模拟图协助民众了解改善的成果，模拟的3D 图形，然后再提供给住户去做参考。未来您家的前面就是会类似像这样子来获取住户更高的同意。用工处讲，万一拄到民众无爱参加丁仔脚整备计划，卖改做单点时间，当时阵考虑伫丁仔脚上面做斜坡道，持续增加过路人的优先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戏剧俱乐部卡莫迪5月29日演出，去用破白贼牵塞掉。警方是过当天就抓到主嫌，讲是因为要看表演，所以买无票才来闹事。详细动机是搁爱调查。被抓到4个主嫌犯头仔拢无讲话，伊涉嫌伫咧离稿对有名的戏剧俱乐部卡米蒂等白贼男塞掉的混合团。警方30中昼伫咧伊新北市树奶徛街抓到人，伊辩解讲。是因为想要看脱口秀，也过买无票，心内无欢喜，才会安尼去做。警方于案发后18小时内查获涉案郭姓男子及蔡姓男子到案，全案讯后依毁损、恐吓及公然侮辱等罪嫌侦办。这件公众场所攻击事件发生伫咧29晚暗6点多，迄当阵，这个穿运动衫、戴红帽的查甫人，突然间走入去台北市复兴8路的卡米蒂俱乐部。提出伊事先选的白贼男塞掉的混合团，等来店内了后逃走。混合团逼开的时阵，现场臭毛毛，真侪工作人员甲现场的观众拢被喷掉。警方专案小组发现，嫌犯伫案发进程是一个40岁查甫人骑奥多拜载伊到现场，做完了，各自共一台奥多拜逃走。即马被调查，是毋是有其他幕后主使的人？我觉得他一定是。想要表达一些什么的东西，甚至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很搞笑，因为我们是做喜剧嘛，他可能觉得用这样的方法来泼粪、表达不满，或是想要表达理念，其实有很多方式，但绝对不会包含破坏。迄暗伫咧俱乐部内面表演的是淡水国演员黄玉豪，伊的创作定定有考试中共领导人的施政政绩，真侪人爱听。不过是不是因为安尼先，才有人来喷杀抗议？就是你不可以因为你喜欢一个人的演出，或者你讨厌一个人演出，你就做出任何暴力行为、非理性的行为。俱乐部讲，这是因开店角单拄到上大的攻击事件，所有的工作人员伫事后也开始规个大摒扫，无到1点钟，佮重新开放观众入场。俱乐部讲，因无甲人结冤仇，也强调喜剧的内容，你会使批评，也会使无介意，不过绝对无接受任何暴力威胁，因会继续全力创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东吴大学5月28公告大学申请录取名单，结果有考生是收到简讯，讲成绩写唔对，爱重写。结果全正处变弊处，加起来有98人受到影响。校方是紧出面来回实的。李贝对网络顶印榜单，看到家己伫咧政治系正数名单内底，不过过当天学校才通知讲成绩有错误，会搁定件。张小姐后生过去查了，正数变弊处，本来已经确定上榜，怎么心情变正歹？家长讲哪会出这种代志？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应该有的一个错误。东吴大学这么老字号，公布前，校方难道没有一个严谨的审核的一个制度吗？校长讲，除了简讯通知，国务长姚寄一张批表示道歉。不过讲会针对个别受影响的考生提供协助甲咨询。不过到即马也无清楚具体内容，也想要知影到底是出什么问题。我希望东吴大学能够把这一整个事件能够调查清楚，并且公开透明的让大家了解。我希望我的孩子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学校的榜单出问题，有一寡考生对正处变成弊处，已经上大学的考生也认为真罕过。蛮夸张的，应该这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但是他在出去前也没有检查，好过分啊！这个决定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之后面要不要都要考其他的，然后做一些准备，或者是考虑说要不要去其他学校。东吴大学用文理回应，讲代志是因为有考生互查成绩。
发现政治系加经济系面试成绩计算有错误，因此总成绩受影响的考生，政治系24个人，经济系74人。学校主动用简讯等方式通知，要设专职窗口，提供咨询服务。学校强调，要用正确的分数保障考生的公平竞争权益。不过对考生甲家长造成困扰，学校表示道歉，也启动检讨加改善机制。考生甲家长讲，因了解也尊重学校用正确的分数做录取的原则。不过为什么规件代志有错误？在过程中所拢无发现，因为学校讲会提供协助咨询，但是学生若想要无被录取，学校要安怎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出席青年论坛，讲到国安甲主权的议题，强调咱台湾都要用真正的实力，才会当避免战争。那讲到目前林地渗透的问题，嘛是真严重，嘛提醒大家要守护民主的意志。总统赖清德3日出席青年论坛，甲全国约300位高中职学生做交流。伊也借这个机会向青年学子做简单的国情报告。伊表示，总统有3项重要工作，包括互国家国家安全、强化经济振兴，以及甲民主阵营徛做伙，以实力达到避免战争的目标。尤其面对中国的文武恐吓、对内统战渗透，需要强化自身的国防力量。我们编列国防特别预算或年度预算，进行对外军事采购，或者是强化国防自主产业，让我们更有力量。今年的论坛包括探索自我、公民素养、甲民主参与、走向世界、参科技甲学习等4大主题，展现青年对公共政策的关注甲思考。其中，空求高中学生提高小红册 TikTok 对台湾的影响。像 TikTok、小红书等跨境的平台，透过演算法进行遮蔽真实历史，长期下削弱我们处理复杂议题的能力以及民主认同。我身为总统，我一直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这个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妥善的方式假以时日，哇，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了，会把中国当作是个好人呢。赖清德强调，这已经是国防战级的规矩，需要透过批判性教育，重建民主防线。各地现场支持文化部、教育部会当伫上课时，用过去的历史，让学生有论辩的训练，建立国家认知的盾牌。那会当深化民主人性，也会当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推动8大文化基地，伫咧嘉义新港举办交流活动，除了分享经验，嘛希望透过听故事、甲行读的体验，互大家当了解新港的在地文化。伫百年的老店听鸟车糖的故事，行到后壁的所在，体验做传统的金蕉鱼。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串联嘉义县新港的板头社区玫瑰堂甲林国地美术馆，举办8大文化基地交流活动。我不知道，就是新港有这种地方。对，所以，就是林国志美术馆跟那个交子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说，透过这样的小走读的行程，那一定可以让大家去更了解说，整个新港的文化、整个新港的历史。对，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对于在地的推广，其实是一定有帮助的。为着要配合文化部推广8大文化基地，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邀请南部7个县市的文化基地经营者，做伙来嘉义县的新港举办交流会议。要透过活动的举办，除了分享文化基地经营，嘛增加互相认识甲合作的机会。特地把34个南部7县市的百大文化基地的伙伴们邀请到新港体验他们在做百大文化基地是怎么样子的串联跟交流，让这个资源可以扩大。嘉义县文化局指出，目前县内计共有6个文化基地，其中新港乡就占2个，希望配合活动的举办。会当替南部各县市的文化基地增加合作甲交流，嘛替地方创新甲文化影视带来新的发展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语音乐剧《春天伫倒位》故事是咧讲一对姐弟仔去庄头找阿公学讲台语故事。剧团目前当咧募资，打算对10月开始有60场的公演，希望去偏乡演出，邀请囡仔来看戏。
舞台顶妈妈甲囡仔带去车头，送因起床卡找阿公学讲台语。这是一出音乐剧《春天伫倒位》，用10条台语囡仔歌甲故事杀合起来。其实是2006年先有共名囡仔歌专辑，尾啊伫2003年，剧团才阁改编做音乐剧，配合专辑20周年，被阁搬起哩舞台演。我们想要募集一个60场的公益的邀演场，要去邀演我们的偏乡跟弱势的学童，预计在今年的10月开始启动。剧团讲，这摆音乐剧会邀请大学生甲专业的演员做伙参与，提供舞台，互对表演甲台语有兴趣的人做伙投入。另外，创作者讲，这几年台语创作环境有变较好，不过若要创作如何的台语环境，那需要政策支持，嘛会市场的参与。我感觉这个市场的回馈，嘛是一种足好的鼓励。咱袂当永远拢靠政府来支持，对无？所以，这种音乐剧还是音乐会，这种市场的方法，其实是较永续的一种方法。剧团讲，春天伫倒位音乐剧的台语使用比例有80%，打算10月要公开演出，嘛当咧和偏乡的学校谈合作，希望鼓励父母带囡仔来看戏，把母语自然传承落去。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再看德国极限马拉松的选手阿尔达沙奇5月顶旬对加州东部西蒙国出发，一路走到太平洋沿岸圣塔莫尼卡，走123点钟，超过600公里，嘛创下新的纪录。刷记伫要走到终点，完成这段长跑马拉松的时，路边的民众为伊大声拍扑啊鼓励，庆祝伊阁完成一项极限马拉松的挑战。这届距离超过604公里，等于是走一般马拉松14转的远，用123点钟的时间完成。因为西蒙国沙漠是以大雪炎热出名，5月的平均气温就超过38度，上悬要到50度。刷记伫走到大约320多公里的时，出现严重掉雪的现象。差一点都无命，好在在伊的团队及时抢救，刷记伫休困半点钟后，才阁再度出发。除了气温，地理环境嘛是严厉的考验。这座挑战的路程，关键精差是达到6000公尺。嘛，因为安尼，刷记为着要赶紧完成，5天落来总共敢若困7到8点钟，真正非常考验伊的体力甲耐力。亲像电影内面的主角阿甘。刷记沿路受到各地民众的鼓励甲加油，嘛有人摕德国的国旗替伊赞声，也是到6月对咧做伙走一段。刷记最后来到有名的地标，濒临太平洋的圣塔莫尼卡码头，佮受到真侪民众影响式的迎接，庆祝伊创下新的纪录。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天气报你知，中度风台悄密扫往日本的 Okinawa， 今日上接近咱台湾，风台影响北部、东北部拢会落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好天。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东部地区24度到31度，大岛地区23度至30度。到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